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、15节，以赛亚书第43章第1节到第7节，马太福音第15章32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基督徒领受上帝的应许，这应许就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信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所应许的是拯救，正如同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所说的，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遇，上帝应许必然要赐下救恩。上帝差遣摩西进入埃及，其实就是为了要赐下救恩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凶恶，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成为上帝的仆人。虽然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已经不认识上帝了，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。我们看，从约瑟担任埃及的宰相，雅各全家为了躲避饥荒而移民到埃及之后，已经430年了。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拯救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何况后来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以色列人呢？上帝应许的拯救给他们，并且让他们能够回归祖国，这样的应许更是不会离开。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7节这样说道：雅各啊，创造你的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使你成形的上主这样宣布，不要怕，我要保护你，我指名呼唤你，你属于我，我临深渊，我和你在一起。你渡江河，河水不淹没你；你踏炭火，不被灼伤；你陷在火焰里，不受伤害。因为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的救主。我要拿埃及来赎回你的自由，我要让古时和西巴替你受苦。在我的眼中，你是多么宝贵！我爱你，我看重你，我宁愿牺牲其他国家来拯救你，牺牲别人来换你的生命。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在一起。从遥远的东方、西方，我要领你的同胞返回故乡。我要命令北方让他们走，我要指示南方别扣留他们，让我的子女从遥远的地方，从世界各角落回归故土。他们是我的子民，我为了自己的荣耀造了他们。我们看到在圣经的记载里面，上帝拯救人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。有上帝奇妙保守，让被哥哥出卖的约瑟不但不至于死，他还成为埃及的宰相。
我们看，让雅各全家借着移民到埃及，躲避了饥荒，保存生命。我们也看到出埃及应许让以色列人能够脱离被统治、被奴隶的日子，透过土法狩猎的方式，让上帝保守大卫脱离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手。上帝让外邦的乃曼将军透过约旦河的水，让他的身体得到洁净，麻风病得以痊愈。透过以斯帖成为外邦皇后，拯救了以色列人免除被灭族的命运，如同但以理他们得到上帝的救恩，胜过了狮子坑和火坑的危险。耶稣基督的权柄使病人得医治，使鬼附身的得拯救，使遇见风浪的得平安，使死亡的得复活，使饥饿的人得以被喂养。就连彼得、保罗以及使徒们都能够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，以着权柄能力来行神迹，使人得救。礼拜天主日信息当中，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使5000人得到饱足。这个喂养是因为一位小小的、单纯的小男孩的奉献，他成了上帝赐福众人的工具。耶稣基督他透过神迹来喂养人，使人们的生命得以得到拯救，脱离饥饿。虽然不是什么饥荒，但就如同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中的祷词，他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。每天如常的饮食需求，更能够显出上帝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与拯救。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5章32节到39节这样说道：耶稣叫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我很体贴这一群人，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3天了，现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，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晕倒。门徒说，在这偏僻的地方，我们哪里去找足够的食物给这一大群人吃饱呢？耶稣问他们：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就回答：7个饼和几条小鱼。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起那7个饼和几条小鱼，感谢上帝，拨开，递给门徒。门徒又分给群众，大家都吃，而且吃饱了。门徒收拾剩余的碎屑，装满了7个篮子。吃饱的除了妇女和孩子，有4000人。于是耶稣遣散群众，然后上船往马加丹地区去了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，这群人已经跟随他在旷野3天了。耶稣基督舍不得他们饥饿，因此要求门徒们想尽办法来喂养他们，因为耶稣基督不愿意他们饥饿而在路上晕倒。喂养他们就是使他们得拯救。
透过门徒的服事，透过有人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这7个饼和几条小鱼，并且在耶稣基督的助导底下，使得现场的众人都得以喂饱。只要愿意接受的人都得以饱足，都能够得到拯救。放弃的呢，就会失去了上帝的拯救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上主啊，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求，垂听我诚心的祷告。愿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。你知道我的内心，你夜里来查看我，你彻底考验了我，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。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我顺从你的命令，不走暴徒的路。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，从来没有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告你，因为你必答应我。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，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我倚靠你，就能躲避仇敌，因为我正直，我得以朝见你。我醒了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。感谢上帝应许赐下救恩，使我们得救。也谢谢主呼召我们成为你救人的仆人，使人蒙恩得福得救。愿荣耀归于至高的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